解雙成，我今年6歲，我大個想做發明家。在班房觀看維園，就快望見很誇張。這暑假特別我叫楊太心俊海，癢，重複我今清新年5歲半，我大個咗想做一個科學家。天台公開晒日記，台底寫滿了驚喜。放假讓秘密做起。我5歲，我大個我想做雪糕老闆。何時班房之中拖手過中學，缺少你的暑假還有樂趣嗎？長假亦變可怕。原來我個名叫做劉美琪，我今年6歲，我大個想要做一個 artist。我嘅名叫 Luca， 我今年6歲，我要做 YouTuber。自信的擂台，與你比賽，書包天天背着你。我今年6歲，我大個想做律師。20年後也記得校園場地裏嬉戲，原來這天不想分開放大假，何時班房之中拖手過中夏，缺少你的暑假還有樂趣嗎？長假我嘅名叫做楊龍森，我今年5歲，我大個想做警察。夏天的高空噴上塗鴉，懷念上學太好嗎？開心事，聲裏張大，尋道理知識，學會愛別人，天天愛，心裏昌大，培育自信心，還樂於創新，大家一起愉快嬉戲，在歡欣動畫每一天，齊到咩結果行，還想實現理想，小聲兒充滿正劇情。係啊，努力嘅。係呢個佢應唔到。哇！點解有嘢食嘅你咁正嘅？